今日嚟到中山南區，同大家介紹一套目前嚟講中山最平嘅別墅。咁佢別墅咧就位於南區嗰度，旁邊咧就係大馬路。我哋去到最近嘅商圈咧，只係需要大概10分鐘唔夠。然後咧高速公路口咧，我哋幾分鐘就可以去到噶啦。交通生活配套都係極其方便嘅。我哋呢度一共有11個咁嘅圍龍屋嘅組團，有230戶喺度。每個組團下邊咧都係有商業喺度嘅。嗱，咁我哋可以走去商業街行一圈。嗱，呢度咧有啲髮型屋啊，有啲五金店啊。嗱，嗰邊咧有啲好似類似 7-Eleven 咁嘅小賣部啊，有啲早餐店啊咁樣。咁佢其實樓下咧都有啲商鋪喺度嘅。如果你平時係做開生意嘅，亦都可以喺樓下嗰度揾翻個鋪位，咁你落樓就可以做生意啦。如果你喜歡打翻兩手嘅，可以喺呢度打麻雀。呢度咧就係車庫入口啦。如果你喺樓下落到車庫咧，可以喺呢度出嚟。我哋呢個小區咧，一共有430畝，咁佢咧又有別墅，有樓房喺度。喺中山嚟講咧，都係屬於一個非常之巨大嘅社區啊！一共有4300戶。嗱，呢邊好似有啲衣櫃嘅訂製，嗰邊有藥房，中至大藥房。嗱，呢邊嗰度有水果超市啦，有早餐店啦，仲有菜鳥驛站。有好多嘅早餐店啊、髮型屋啊、呢個小士多咁樣嘅。嗱，呢度樓下咧就係一個響中山比較出名嘅智和連鎖超市。咁入邊嘅商品咧，基本上應有盡有嘅，所以你嘅生活係極其便利嘅。呢度咧係一個生鮮嘅超市。咁你平時買餸所需要用嘅嗰啲菜啊、瓜啊、魚啊、肉啦，可以響呢度購買，全部都係新鮮嘅。嗱，呢邊咧有餐廳。有汽車保養中心。嗱，呢邊咧亦都有一個本地人比較中意去嘅呢個餐廳喺度。咁所以嚟講咧，呢條咁嘅商業街咧，你生活所需嘅基本上一切嘅衣食住行咧，都能夠滿足到你嘅需要。而家呢個咧就係佢嘅地下車庫，大家可以睇我身後，車位咧就係非常之充足嘅。所以如果你住入嚟嘅話咧，停車係非常方便。啱啱咧，我哋響車庫嗰度出嚟，咁然後咧我哋就可以上到花園嗰度，有電梯。嗱，呢個咧就圍龍屋出入嘅大門，咁佢咧需要密碼先能夠開啟嘅，咁亦都保障咗成個圍龍屋嘅安全。咁你平時有啲單車啊，或者有啲電車咧，可以放喺呢個位置，就唔使放喺外邊。咁佢呢個咧就係下沉式嘅花園啦，就種咗各種嘅花草樹木喺度，咁佢保養咧亦都非常之唔錯嘅。咁小朋友啊，或者老人家可以喺呢個花園度行走，亦都唔使去到外邊嗰度。咁而且佢咧係採用人車分流嘅，冇其他車輛嘅干擾喺度，保障咗嗰個安全性，使你生活得舒心安心。嗱，而家咧就係即係嗰個別墅入邊嗰個結構啦。呢個咧就係類似於嗰啲客家圍龍屋咁樣嘅。喺呢度咧就一共有11座咁嘅組團嘅圍龍屋，一共有230戶。咁咧面積由108方到188方。我哋而家帶大家睇咧就係最大嘅面積188方。咁嚟處嗱，呢個係鄰居嘅佈置，咁佢可以喺個花園嗰度咧就種啲花花草草，就非常之靚嘅。咁呢邊都係啦。成個圍龍組團裏邊咧，就入住率咧大概係70%左右，所以嚟講比起一般嘅別墅咧，個入住率仲要高啲嘅。幾乎前面每一戶都有人家喺度。咁佢呢個咧其實係一個下沉式嘅花園嚟㗎。門口呢度咧又有一個小小嘅花園。咁你平時咧有時間啊有空閒可以喺呢度種下花咁樣。而家我哋入到佢個客廳度，客廳咧就非常之大氣咁樣安排咗啲紅木喺度。嗱，呢邊咧100寸嘅大電視，非常之霸氣。咁其實呢度咧係一個通風井嘅位置。呢啲咁嘅設計咧有咩好處咧？佢唔需要用電力咧，已經可以將室內個空間啊嗰個溫度咧會比外邊咧會降低好幾度，因為佢利用嗰個熱空氣上升嗰個原理，將啲新嘅空氣抽入嚟呢度，形成一個對流。呢邊咧就係飯廳，亦都係統一嘅紅木嗰啲桌椅，即係好有格調，好有特色啊！有啲餐邊櫃。呢邊咧就係廚房嘅區域啦，大冰箱，跟住咧呢邊有一個 U 型嘅廚房。呢度咧係一個陽光房。咁樣平時咧你洗衣服啊、晾衣服咧就可以放喺呢度啊。晾衣服嗰時候將嗰啲窗打開嘅話咧，咁佢就可以將啲衣服晾乾嘅。2樓嗰度咧就係居住嘅區域。
呢幅咁嘅浮雕咧，就響樓下1樓咧，一直去到2樓嗰度，好霸氣。呢度咧就係其中一個套房，可以理解成主人房，2米嘅大床，有獨立嘅衛生間。咁呢個係另一間房，都係獨立嘅套房嚟嘅。嗱，呢個非常之霸氣嘅吊燈，由1樓直接上到3樓。如果晚上咧就更加靚。大家會發覺咧，佢嗰個裝修風格啊，同埋室內嘅陳設咧都係一樣嘅。咁啊，都係比較統一，都係紅木風格、新中式嘅風格。咁咧呢個咧亦都係第3個套房啊。呢個房間咧仲有一個小嘅陽台喺度，啊咁啊增強咗嗰個通風採光嘅面積。咁呢個咧就係業主嗰個私人嘅空間啦。咁係佢個書房、茶室嚟喺度。嗱，單單呢塊咁嘅佈景咧，都花咗30個 W 喺度。啊，休閒嘅時候喺呢度飲下茶啊，寫下毛筆字啊，咁樣啊，非常之唔錯。咁咧，我哋仲有天台。嗱，呢個咧就係佢個天台，涼風習習，非常之舒服。響天台嗰度咧就可以俯瞰晒成個圍龍屋嗰個風貌。咁你有個天台喺度，平時可以招呼朋友啊，過嚟聚餐啊，過嚟燒烤啊，開定巴扎衣啊，即係舒服嘅，有個咁嘅空間俾你自由發揮。目前呢間屋咧，如果你係揾緊別墅嘅話咧，你一定要留心聽。呢間屋188個方，全新裝修好之後咧，業主花咗100幾萬去裝修，只係住咗短短3個月時間。因為工作嘅調動咧，咁佢不得不割愛，將呢間屋咁靚嘅就讓出嚟。咁而且咧，全屋都係紅木家私嚟嘅，由客廳到餐廳到臥室裏邊，全部都係紅木嘅風格。單單係呢一埲牆嘅話咧，嗰個浮雕咧就已經係做咗幾萬蚊喺度噶啦。188方，3層樓，咁然後咧仲有個天台喺度，下邊咧就有嗰個地下車庫。目前嚟講咧就係業主對外168萬，當年毛坯買翻嚟都要300幾萬喺度，再加咗100幾萬嘅裝修喺度。目前割愛168萬，而且係我哋嘅獨家房源。有興趣嘅聯繫我，帶你嚟現場感受一下。